2天前，高雄城中城发生大火，造成46个人烧死，阁有43个人受伤。主嫌伫1审的时是被判无期徒刑，即马2审同款是依次无期徒刑，互死者的家属无法度接受。我如果不来的话，人家以为弱势家族都没有人可以发声啊。报完2审宣判结果，家属真生气，因为城中城大火主嫌黄家家无被判处死刑。所犯放火及杀人2罪，系异行为所犯，依法以较重之杀人罪论处。本院判处被告无期徒刑，褫夺公权终身。1审认为黄家家涉嫌放火过失致死罪，将当论处无期徒刑，夺起公款终身。检察官家属不予上诉。2审甲原有过失致死罪撤销，改为杀人罪，严格刑度不变。因为合议庭认为黄家家是间接故意杀人，无符合公民甲政治权利、国际公约内底情节上重大之罪，袂用科处死刑。加上无期徒刑，至少服刑25年，就算出监也超过78岁，对社会危险无大，判伊免死。这46万人民不判死刑没关系，以后大家哪一个心情不好的话，随便去放个火。这么多大佬，你们看看好，以后这个大家有样学样。抽到我希望他判死刑，然后他没有判死刑，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交代。这46条人命耶，然后走掉是我爸妈耶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上诉到最高法院。城中城司法到至今2年外，大楼已经改建成最公园，死者家属地小加工，替过新的亲人讨回公道，袂因为时间、空间改变而改变。会上诉到底，真全力让黄家家被判死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